这平安，咱大家做伙来敬拜。先请赵哥。你所竞选，互因真群你，踮伫你殿下埕的人真有福气。阮要因为你的厝、你的殿的福气，心愿意足。咱大家做伙来吟圣诗281首，请起立吟全首。兄弟之心里藏，爱的放心间，日出林前更显红彩，兄弟之心间爱的点睛的光。心挂转移，渐渐归吧。哦，一起的兄弟，经过里面光啊，我那里高满他，兄弟愿我。呀，多金些河，满心满足为人天外。现在，一幕祷告天爱，比赛前后。滚剑红彩，风叫出阿罗天，我做面比米香，哎我罗里出呀，风叫芒我万达。天给我心交大，几个先主你的老，千秋千载交加，灿烂艳阳，不管祷告。将记忆考验我，万国的主领导，我的贤惠最
共读主导圣经。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毕业岛林内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雷府。第三日对死人中国活上天，他坐伫全能的爸上帝大病。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是圣神，我是圣公堂的教会，圣道的相通，做赦免肉体搁我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即了来启用，启用文第6篇，显着我来启，恁来用。上帝啊，求你保护我，因为你是我的避难所。我捌对上主讲，你是我的主。只有你是我幸福的源头。地上的圣道实在真尊贵。合面做伙是我上大的欢喜。细声。去缀别个神明的人，一定加添痛苦。我唔参与伊的献祭。嘛唔敬拜因的神明。上主，你是我的产业，我的福杯。你固守我应得的份业。你将真水的土地分予我。我得到的产业实在真好。我要称赞驾是我的上主。迷是我的心指点我。我不时感受上主的同在。伊伫我正边，我袂摇动摇。所以我的心欢喜，我的心快乐。我的肉体嘛安然自在。因为你无甲我放杀伫阴间，嘛袂互你忠诚的子民落去深渊。这声。你会指示我人生的道路。伫你面前，我有满满的欢喜。伫你正边，我有永远的快乐。做伙来祈祷。全能的天父上帝，你是创造宇宙万物的大主宰。感谢你，互阮来到这个世间，也感谢你带领阮行过每一天。阮知影你竞选阮，互阮的大使命。主啊，阮也为着阮所犯的过错，向你来认罪，求你饶赦阮，嘛求你帮助阮，无搁再犯这的过失，互阮日日得到进步。主啊，求你带领阮今日的礼拜，自起头到落尾，拢会当顺利。靠主耶稣的圣名。这了我来报告。第一本会消息，第一小点，本主日为渔民中心主日，该中心派陈武忠牧师前来请安甲募款，敬请兄弟踊跃奉献甲代祷。第二，小会公告5月28上午11点，伫台南生态病院为石洪旺弟兄做临床洗礼，愿上帝施阮祝福。第三，本主日下午3点半，伫3楼会议室召开6月份中职会，敬请全体中职出席机构首长甲同工联席。第四，本会甲南约翰文教基金会合办尤昌南的 AI 实作体验工作坊，上课日期6月7日下午1点到5点。既若爱心捐献2000块以上的人，就会当报名参加。上课的地点伫南约翰创作纪念馆，嘉祥路959号。欢迎对新科技有兴趣的人报名参加，机会难得，只要4点钟，互你学会晓 AI 实用术，会通帮助防诈创业，
创造会议的有效学习，请伫本主日向办公室报名。第五，人小密集班6月初7，上午8点50到12点有上课，地点伫富堂，请报名学员准时参加。第六，本会定伫6月15下午3点到6点，伫教会富堂举办幸福特会，邀请幸福小组的别特报名参加。报名请向各小组长，请各区长伫下午伫后下主日6月初8进前，把名单送到办公室。第七，本会定伫6月22第2场礼拜举行洗礼仪式，当天的第2、第3、第4场的礼拜联合礼拜。若要接受洗礼、坚信礼、小儿洗礼，请伫6月13进前向办公室报名。未参加幸福小组的，需要参加信仰告白课程1点钟。第二，集体消息第1双份。本会单手还姊妹伫4月28蒙主温调安息主怀。已经伫5月初5举行个别礼拜。第二，本会施洪旺弟兄5月28下午4点20蒙主温调安息主怀。已经伫5月30伫市立殡仪馆举行立馆个别甲火化礼拜，了后安葬伫清水澎园。以上愿上帝安慰遗族。敬请兄弟为作代祷，告解消息，请牧师。好，咱高雄牧者合会祈祷的，伫6月初8，就是圣神降临节，下晡时的3点到5点半，有伫迄个高雄灵粮堂举办圣灵降临节的城市的祈祷的。即摆的主题是危机的世代，祈祷同行。欢迎咱兄弟会当踊跃参加，会当家己去参加灵粮堂就是伫迄个咱迄个高架桥的迄个架骹咱若较无方便要参加，会当伫办公室登记，会当货运车来前往若要坐车，迄个补点2点，就要伫教会坐车来出发第二，高雄中华传道部6月28上午9点到12点有举办宣教大会。即摆有邀请寇少牧师要来讲软弱中的刚强，失望中的光芒即个主题地点伫公山教会。若要参加费用100块，伫6月22进前办公室报名其实100块大概就是食中昼顿啦第三，高雄中华伫8月30上午9点半到12点有办全中华的圣经考试即摆考速度行传为国小甲高中成人上年组分几组伫德和教会参加费用是100块讲来就是便当佫有纪念品其实100块也无够佫有奖金有个人甲团体拢出前3名有奖金咱若要参加伫7月27办公室来报名若是儿童牧区，就甲儿童牧区的区长报名以上报告今日咱头一点的消息应该是海员渔民中心海员，咱毋若关心渔民，咱关心咱高雄港、大港足侪海员来咱遮嘛是关心的对象。今日欢迎中心的主任陈武忠牧师来，咱拍拍欢迎陈牧师，感谢主感谢主伊这年伫渔民中心做真好的工感谢主。咱今日是6月初几？初1佫进入6月真紧。所以咱今日有要庆生
6月份的寿星，请你站起来哈我给你唱生日快乐歌给你祝福祝你生日快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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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搁一届，祝你生日快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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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咱来为因祈祷祝福。主耶稣，感谢你，为着阮中间6月份的寿星，感谢你，因的出世带予侪人福气，那因厝内人对因得了福气。主啊，因得了耶稣基督的救恩，互因信主了后，也侪人因得了福气，互因会当常常热心敬拜上帝。上帝恩典充满伫因，互因有经历上帝最奇妙的作为，拢彰显伫因身躯顶。主美好的旨意成就伫因的中间，互因会当为主做美好的见证。主啊，因的祈祷求你按讲来听，互因毋但身躯勇健，灵魂兴盛，所做逐项拢会顺利。做家庭的祝福，诚做教会的祝福。互因就是伫因的厝边隔壁伫即场，拢诚做祝福伫人的中间。主啊，阮感谢你，将即个欢喜快乐会当做兄弟，甲因三角分享，也甲因祝福，互因稳中加稳，力上加力，福上加福。感谢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请坐。拍波啊！哈，即条来读圣经，今日的经节记载伫《使徒行传》16章16节到34节，《使徒行传》16章16节到34节，显着我来读。有一日，阮要去祈祷的所在。有拄着一个互卜卦的神附身的查某奴隶，伊靠卜卦，互主人趁真侪钱。伊对伫保罗甲阮后面大声发：即个人是至高上帝的仆人，要对恁宣布得救的道路。伊真侪日拢安尼发，保罗感觉真讨厌，就越过去向甲迄个邪神讲：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命令你对伊出去。邪神随时对伊出去。查某奴隶的主人看到因趁钱的5万拢无去，就甲保罗甲西拉扣地，拖因去市中心见官员，交互罗马官长，控告因讲：即个人来扰乱咱的城。因是犹太人，伫传咱罗马人无应该接受也是遵守的风俗习惯。众人参底攻击，官长就剥保罗甲西拉的衫，命令人用棍仔甲因讲，兵丁甲因讲真侪了后，甲因关落监，佮命令顾监的人严密看守。顾监的人接到命令，就甲因关落内监，双骹扣伫柴弓。差不多半暝，保罗甲西拉伫祈祷，吟诗阿罗上帝，其他的犯人拢注意伫听。忽然有大地动，地到监狱的地基摇拽，所有家门随时开，犯人的锁链拢落去。顾监的人醒起来，看到家门开开，想讲犯人拢逃走，就爬倒要自杀。保罗大声发：毋通伤害家己，阮拢伫遮。顾监的人叫人举鼎来，
撞入去，皮皮带拍伫保罗甲西拉的骹前，然后带因出去，问讲：先生，阮着做啥物才会得到救？因讲：着信主耶稣，你甲你的家就会得到救。因就将主的道理讲互伊甲因全家的人听。迄暝，顾监的人带保罗甲西拉去洗空喙，然后伊甲全家的人拢随时受洗礼。伊带因入去伊的厝，准备物件互因食。伊甲全家拢大欢喜，因为因已经信上帝。一粒学乐，请妇女献歌队。Jesus, God,
讲道，今仔日的讲题，搁较大的新约，请陈武将牧师。陈牧师及点军弟兄姐大家平安。大先代表海外移民服务中心向咱油厂教会表示感谢。伫本主日接纳阮中心前来请安报告甲募款。海外移民服务中心属伫咱总会平安基金会7个社福机构其中的一个吼。伊对1986年设立，今年已经进入到第39年。伫即2年移民中心有一个较大的改变，就是阮的即个办公室即个会所有改变吼。原先恁是一直住伫迄个海洋局迄栋的渔业大楼吼，阮伫遐做大概27栋。伫前冬的5月，伫即个渔港的即个改造中间有一栋叫做中原会馆啦吼，大概头4.9亿这是业主起的吼。伫前冬已经完成，所以由委托高雄区渔会来管理。阮嘛是有渔会邀请入去伫即栋大楼的2楼，伫遐来服务遮的船员。所以即栋大楼已经落成，嘛开始咧服务遮的船员吼。伊1楼吼有即个超商，有即个顺利为专卖店吼。2楼是专门拢互即个船员来使用的吼。当然阮办公室嘛伫2楼，有浴间，有便所。嘛有即个休闲设施，有2间的祈祷室，有基督教的祈祷室，教堂吼，嘛有穆斯林的即个祈祷室，当然嘛有网络，有电脑，等等，有即个洗衫间吼，有即个设备非常的，对因来讲非常的好啦吼。较早互人诟病的就是吼，因为即个游船转来一个港区差不多吼，3-4千名的船员非常的济，唯一的困扰是洗身躯的所在无够，所以。你会看到吼，足一摆拢互报出来，就是有水的所在，就是有人咧洗身躯啦吼，无论人家厝，无论是加油站，无论是便所，会当洗的所在拢在洗所以这栋起了吼解决一个足大的问题，因内底有40间的即个浴间吼，所以足侪船员摕当去遐来洗身躯，嘛伫遐来休闲，伫遐来祈祷吼，这对因来讲是足大的即个帮助啦吼，所以。阮中心嘛有做一个调整，较早阮的上班时间是拜1到拜5，为着要互即个营运吼会当拢无中断吼，所以阮拜6礼拜嘛聘请 PT 的人力继续吼，下晡1点到下午9点继续来服务因啦吼。除了过年有休困，其他差不多拢全年有休。嘛欢迎兄弟吼，若有到伫前镇渔港，嘛到伫阮中心来参观甲指教吼。今日牧师要甲咱做分享的题目是搁较大的新业。弟兄姐，我相信讲到新业对伫现今科技非常发达的时代好亲像离咱真远吼特别是对于非基督徒是讲无信论来讲吼是一个非常争论性的即个话题因为新业非常的主观，伊无法度验证吼。不过总是圣经当中有讲到真侪新业特别伫新约的初代教会耶稣的时代记真侪遮的新业技术所以我相信。就是经过2000多年吼，咱所信靠的上帝犹原也在行新业。不过总是大声我要做一个解说甲厘清啦吼。有时咱对新业的定义伤过歪曲吼，好亲像死人对死狗仔，还是讲癌症吼，病得着医治痴迷得着看见，搬脚起来行路，安尼才算新业吼。不过我相信互人对无信转变诚做相信，硬心培育诚做顺服。是讲彼此怨恨对敌吼，变做和好了谢吼，这拢是新业一部分，甚至是分裂成做合一，是讲咱冷淡的信仰变成做热情，这拢是新业的一部分。今日咱所看的经文，是有关保罗甲西拉伫马其顿宣教途中发生一件这个真神奇的故事，这嘛是新业。今日牧师要对保罗甲西拉伫传福音当中所遭遇的故事，甲咱做伙来分享吼，怎样甲人来互动怎样用生命来见证因所传的福音。伫经文记载，保罗甲西拉因来到马其顿的第一座城腓立比来宣教。有一天因到伫基督的所在去，伫遐拄着一个被鬼附身的女婢，伊的主人用伊来趁钱咱来看台语和日本的圣经讲，互卜卦的神来救身，应该是替人算命迄类的吼。
圣经讲伊连续几啊天军队保罗伫遐来叫讲，遮个人就是至关上帝罗卜，用拯救的路传互恁。最后保罗将真杂安尼吼，最后保罗祈祷，将女婢内底的即个邪神，即个鬼给赶出去吼。当即个女婢的主人看见女婢被偷放，就非常的生气。因为趁钱的工具无，所以保罗甲西拉就互伊甲掠去官府吼。即个官府的即个长官吼，命令甲因的衫裤甲伊绑去吼，佮用棍甲伊拍，佮甲伊关伫监里吼。而且命令即个过监的人严严来固守。这是保罗第一摆因为宣告，互关伫监内底。咱对即件即个故事当中，咱做来看上帝的罗卜因怎样伫因为宣告碰到的困境因怎样来回应值得咱来思考三件代志吼。第一，当咱碰到患难临到咱的时，咱通常拢怎样去面对吼？第16章的250安尼讲，伫半暝，保罗甲西拉祈祷吟诗学了上帝，伫家里的人也拢注意伫听。咱看见吼，保罗甲西拉伫迄一天，我相信是一个非常冤枉吼、委屈甲痛苦的一天，因为也无被审判的下面互绑衫然后棍拍佮关伫监狱的内底吼。毋过总是咱看见伫半暝因却伫遐祈祷，伫遐吟诗学了上帝吼。其他的遮个犯人嘛拢听去。弟兄姐，对保罗西拉的故事，咱看见一个事实吼，就是咱已经是叫做咱信主，咱叫做基督徒，也是讲咱是一个敬畏上帝的人吼。照圣经的教导，毋过总是咱伫实际信仰生活当中，咱有缘会碰到一寡挫折、困难临到伫咱，甚至是咱无法度去理解的事临到伫咱，兼且是财务的即个压力，也是讲人际关系的即个对立甲紧张，也是讲咱忽然间发生身躯病痛，即个重大疾病临到伫咱，当遮临到伫咱的时，咱要怎样去面对吼？咱来想看卖啊吼。然后这你若是保罗甲西拉吼，你会怎样做？我相信按照咱天然的这个人吼，会反应吼，伫即款的情形下面不满，还是讲埋怨受气，我想是拄啊好尔吼。咱会讲咱这歹运吼，咱遮衰负面的这情绪就发泄。毋过总是咱看见上帝的罗卜保罗甲西拉因并无安尼做吼，反倒当因伫即个半暝伫遐吟诗学了上帝通过即个互咱真做一个足好的提醒吼。有一则的经文真做咱真好的提醒。咱来看有圣经咱嘛甲显一个吼，伫旧约民数记14章的28节。民数记14章的28节。这是上帝伊的罗卜摩西所讲的一句话。民数记14章28节，上帝摩西安尼讲：我甲恁讲。耶和华讲：我指着我的永话咒詛，我的确要照着恁到伫我耳孔中的话款待恁。这个经文的背景就是，咱知影以色列因出来埃及了后，摩西有找12个探子，去去看迄个迦南地嘛。然后10个转来讲负面的话，只有2个送，甲迄个约书亚加勒讲有信心的话。毋过总是以色列百姓听见遮个负面的话了，哇，开始就拗念吼。因怎样上帝罗卜摩西安怎讲以色列百姓摩西亚伦发怨言，全会众因着安尼讲巴不得吼，国语讲巴不得讲欠会得阮早死伫即个埃及敢无较好吗？还是讲死伫旷野？耶和华为虾米带阮到进入迄个地？还是讲等于埃及敢无较好吗？咱也知影即个故事的背景，咱也知影真正确实进入迦南地只有啥？只有约书亚加勒吼。通过即个经文提醒咱吼，一个真要紧的即个属灵的法则，就是讲当伫困境，是讲是挫折的中间，咱若是即个不满的情绪对咱的即个喙来发泄的时候，即个埋怨的话、不满的话，甚至是软骂的话，一直讲出的时，咱的生命还是讲咱的情绪、咱的心情就会哪来哪低落。哪来哪负面相时，迄个属灵影响就是上帝伫咱生命吼，就好亲像哪来哪说，信心嘛哪来哪无吼。结果来是啥物？
就是魔鬼的作为啦吼，偷窃啦、杀害灭无等等。毋过反转，咱若伫困境的中间，哪感谢哪数算上帝的恩典，哪懊恼啊！伫咱的生命当中，上帝伊掌权吼啊，咱的信心就哪来哪大啊！咱就越发对上帝哪有信心啊！咱的心境就改变啊！咱就会对不满甲埋怨的中间变成做安宁甲平安啊！即、个台语汉的即个圣诗吼，483首吼，伊歌词写得真好，提醒咱。伊讲拄着试炼灾祸为你真艰苦，地教累字希望四面看无路。啊，所得温事逐项着想来记，稳当满心感谢上帝大慈悲。啊，真好的即、个歌词在提醒咱吼。那有一位即个教父吼，初代的即个教父叫做约翰屈索多摩啊，伊有讲一句话，真做咱真好的提醒吼。伊讲人有一个基本的即个原罪，就是袂晓感谢的罪。哦，显然吼即个不满，还是讲埋怨，咱拢毋免人教，咱自然就会。毋过总是感谢甲感恩吼，咱需要学习。啊，保罗伫写配合帖撒罗尼迦的信徒，啊，伫最后是伊勉励安尼讲，伊讲咱爱常常喜乐，不住的祈祷，凡事感谢，这是上帝伫耶稣基督内底咱所定定的旨意。凡事感谢，啊，这是一个对会当带互咱祝福咱家己甲别人的一个真要紧的信仰的态度，也是一个生活态度吼。啊，特别咱来去看第26节，伊讲家家的门拢开正人的身躯啊，一直拢拍落。不过牧师在看即几个经文的时候，我有一个疑问哦，我讲祈祷学了会送，咁是保罗说啦。不过所有的遮个身躯拢一直拍落，所就是大家吼。啊，所以当咱学了，当咱在感谢的时候，啊，我相信毋但咱家己得到祝福，咱四周围的人伫咱的边仔吼，遮个人嘛拢会一直得到上帝的祝福。再来第二，通过保罗甲西拉的故事，互咱看见，伫咱生活当中有啥物款的人，就好亲像各家的人共款啦吼，伊碰到的遭遇吼。咱做来看第26节，安尼讲忽然地大动，地教家家的地基拢摇动，遮个门连边拢开，正人的身躯已经拍落，各家的人醒看见家家的门开拍算，拢已经逃走吼，就背倒要家己抬。咱若对经文咱会当看见吼，各家的人讲拍算犯人拢逃走吼，国语版本的圣经讲，他以为所有犯人都走了吼，伊以为毋过总是真实的状况毋是安尼。咱看见保罗甲西拉伊无走吼，伊讲阮拢伫遮。即个阮拢伫遮，我相信嘛，包括其他的犯人啦吼。所以弟兄姊，咱来想看嘛，伫咱的无论是伫社区，无论是咱的即个职场吼，咱四周围有伫咱的生活当中，有好亲像即个国家的人共款吼，伊的遭遇甲国家共款无吼。伫现实的中间，伊嘛以为讲伊无人疼，无人关心，无人注意伊，无人无人关心伊，感觉伊因为被弃绝吼，无人插伊吼，已经行到即个绝境所以最后选择家己结束家己的生命。按照即个卫福部伫112年的即个自杀的统计，讲迄一年3898人吼，非常的济吼，一天差不多只有差不多有10个啦吼。按照即个年龄的统计吼，讲上济大概伫咧45到64吼。这代表讲，即个中壮年，然后因即个背负着真沉重的即个家庭的经济压力吼。弟兄姊，相信伫咱四周围伫生活当中，无论是男女，无论是老的少年的好野善吼，咱的确有即款的人吼，亲像各家的人，伊碰到的遮个危机共款吼，因以为因所碰到即个重大的困难甲失败，家己感觉已经差不多行入即个绝境吼。所以伊用安尼来结束家己的生命，求上帝帮助咱，守护咱一粒会当听的耳孔，一粒怜悯人的心吼。咱时刻去查看咱四周围当中遐需要帮助的人，毋忘伫咱社会的即个机制，也是讲咱教会的即个功能，无论是你甲我，咱会当真做即个伫困境当中，伫失败、伫挫折遮的人吼，感觉拢无人援助因遮的人吼，咱才做因的陪伴者。
这个真要紧哦，就好亲像保罗甲西拉因愿意留落来吼，来陪伴这个国家行过伊生命当中的困境。咱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总会有设立一个平安基金会，伊设立这个基金会一个较要紧，就是讲会当对咱台湾吼无共款的族群来做关怀的工作吼，有对残障吼，有听障，妇女、老人，有移工，佮渔工吼，阮中心就是遮个渔工来关怀。渔民中心所关怀的对象是遮个更较侪是境外聘雇吼，境外聘雇。咱的即个移工吼，也是讲看护工，因拢是真的雇佣吼。因的无论是因的所得，也是讲因的遮个社会保障，拢是较健全。毋过即个远洋的渔工因用的是即个境外雇佣。那境外雇佣就是讲，因有可能是对外国哦去哩即个因的船吼来工作。伊要倒转去嘛，免倒来入来咱台湾吼，所以这叫境外雇佣。包括因的聘雇条例吼，是属于即个渔业署管理，毋是属于劳动部吼。所以无论是社会保障也好，无论薪水也好，拢是拢有需要佮继续努力啦吼。总是即个远洋渔业一冬伊对台湾的产值大概头400亿，真济哦。毋过从事即个工作的吼，咱台湾人已经少啊。牧师访询的中间发觉讲一只船吼，那游渔船吼，40-50个吼，去哩吼，台湾人只有可能干船长、大车大副，其他拢是即个外国人啊。嘛捌规只拢是外国人的吼，即个船长大陆人，大车是即个大陆的，大副菲律宾的吼。毋过总是不管如何吼，就是讲即个远洋的渔业，确实为咱台湾即个咱掠遮济鱼吼，卖到伫即个外国，对咱台湾趁真济遮外汇啦吼。远洋的渔业，伊的劳动环境有几个特色。第一，伊长时间伫即个海面上来工作啦吼。伊底吼头半冬会转来一摆，你若长个头爱10个月，伫进前吼2022年之前吼，还未改变之前吼，嘛有2冬，嘛有3冬吼，甲转来一抓吼，非常的久安尼吼。过来第二，因的工时普遍拢真长，这是渔捞业的一个特殊生态吼。按照这个CE88公约规定，讲至少你一工爱互10点钟的休困，安尼换回来讲，伊一工做14点钟，拢要个算下的规定吼。这对咱来讲足歹想象吼。过来第三，伊的申诉管道较无遐畅通。咱知影伫这个陆地吼，这个长江碰到问题，咱卡1955嘛吼。毋过伫海面上伫公海，你只有会当甲船长干部反映，有时佫是语言佫袂通过来第四，因的特殊的即个船仔顶的即个生活环境相处即个沮丧、孤独甲就医困难。过来第五，因的劳动环境有一个孤立性、高压性甲高危险性最后一个就是对外通讯不易咱知影咱伫陆地，咱拢逐个人会当敲电话，甚至是用网络等等足方便的。毋过对即个远洋的渔工来讲即个网络不普及这嘛是即几冬足侪倡议团体拢一直咧讲，爱甲因装即个即个网络互因来使用啦毋过即个网络费用实在是无俗因为伊即摆即低轨卫星也未成熟，伊拢用高轨卫星。那高轨卫星伊的即个费用一个月美金2000块，无俗啦所以即个游渔船差不多拢有装因为伊要到伫即个福克兰群岛掠游渔，你就是爱有装才会当入去了，伊有一个规定。毋过总是遮个超低温的危险生调嘛个无拄伫咱即个舰艇差不多有300几只，伫即个东港差不多有400几只。因无拄拢有装，你无装的时，你就是爱到伫港口的时，你才有法度甲即个村的人用即个手机来互动啦当然咱会想讲，嘛佫有一项物件，卫星电话嘛。但卫星电话足贵的，毋是讲你凊彩，你讲我要甲阮女朋友开讲一个咱卡安尼所以这个是远洋渔工因的困境啦当然即摆有哪侪人安尼去装，嘛足侪船东愿意安尼来装即个网络，互即个外籍船员来使用中心有一个申诉机制，这是甲风群水产合作的这对即个远洋籍的渔工会当来讲，对因一个足大的帮助
这是丰群水产吼，丰群水产是一个足大间的这个水产公司吼，因甲因的供应链吼有一个合作，就是讲你也要甲鱼也袂互冤吼，你拢爱搭这个申诉机制吼，有一个 QR code， 搭伫这船仔顶的餐厅，通过这个 QR code 吼，扫了伊个当甲迄个申诉表单，伊就会走出来吼，有5种语言，有英语，有中文，有印尼文，有这个菲律宾文，有越南文，你试试吼，我互欺负，也是讲我迄个食无饱，也是讲等等这个问题吼，你一次吼，给甲这个问题走入阮中心的这个信箱吼，阮就当来处理。顶个阮嘛处理一只啦吼，伫这个伊是伫这个大西洋作业的吼，这个大木尾，伊停伫这个塞内加尔的卡达，伊一入去了吼，伊就饲这个申诉表单啦吼，入来了阮看看吼，是讲伊这个这个食物不够，更加严重的是讲伫这抓半冬的中间吼，一天只有困5点钟尔，总共有5摆好，写甲遮清楚安尼哦。当阮看到这个申诉表单的时，阮就去甲这个船东反映，我讲恁的船有船员有当安尼都反映，恁爱改善哦吼，你得爱较注意，唔好定定一直有超时工作安尼啦吼。所以通过这个渔工之声吼，嘛对这个非常鼓励委员的这个外籍船员吼，对因真大的帮衬吼。只要有网络问题、海面上问题、靠港吼，无论是伫开普敦啦吼，塞西尔啦吼，还是讲摩里西斯哦，还是讲伫这个南太平洋遮吼，因只要若有这个网络，因都会当将因的这个申诉表单试入来吼。这是对因一个足大的这个福音。过来第三，通过保罗甲西拉咱看见讲通过听甲陪伴。互人感受到上帝的疼吼。第280安尼讲保罗大声叫讲毋通伤害家己，愿拢伫遮。当讲顾家的人，伊对梦中醒起来，伊看见家里的地基拢摇动，家的门拢全开，伊以为所有犯人拢逃走。伊认为若顶面怪罪落来，伊的确无命，所以要举刀家己杀吼。毋过总是保罗对伊讲毋好伤害家己，愿拢伫遮。连下这保罗西拉的故事，甲因讲，当因吟诗学了上帝时，家的门拢开，哇，这是一个神迹呢。毋过拢是更大的神迹是啥物？咱看去保罗西拉因无离开，因愿意留落来吼。对顾家的人讲，毋好伤害家己，愿拢伫遮。因留落来，才着听甲陪伴，互困苦的人，还是讲陷入绝境的人，互因行出生命的困境。我相信这是更加大的神迹。咱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信仰个别内底有一段话安尼讲，阮信教会是上帝子民的团契，受调来传扬耶稣基督的拯救，做和解的使者，是普世佮定睛日本地，也认同所有的子民，通过听佮受苦，成做愿望的记号。保罗佮西拉就是通过听佮受苦，互即个顾家感受到即个愿望的记号啦。连下这咱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伫台湾宣教已经进入第几年？160周年吼，咱6月有一个庆祝吼。无论咱运用啥款的宣教策略，请咱会记住吼。听甲牺牲甲受苦的人做一伙，这是咱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的信仰个别，毋望伫咱真实的生活当中，伫咱教会伫咱的家庭，伫咱的社区，伫咱的职场的中间。毋望咱嘛当藉着疼心的陪伴，互困苦的人、无助的人得到安慰，得到关怀，得到帮助，互因嘛会当听起亲像保罗甲西拉顾家的人所讲的话，毋好伤害家己，毋免惊，阮拢伫遮。耶稣疼你，我嘛疼你。当顾家的人经有着即个信仰了后，伊问保罗一个问题，伊讲先生，我着怎样做才会得到救？然后保罗甲伊讲，你着信耶稣，你甲你的一家拢会得到救。然后这，伫遮互咱看见，互困苦的人上有温度的关怀，也是讲，互人上感动的信仰见证是啥物？遐毋是用生命的陪伴，才着听甲陪伴，甲因做一伙。看到遮我感觉，有时迄个陪伴，点点的陪伴，甲艰苦的人陪伴，比咱讲一堆的信仰更加互人感动。当咱陪伴甲因支持了后，因会
当因感受到耶稣基督的疼的时，我相信因的心就开，咱要传福音就容易。最后，我要强调，信仰的基础就是疼，就亲像基督出于疼，通过十字架死搁活来真侪即个救赎的工作。因此，咱嘛爱常常学习耶稣基督，就像皇帝赏赐咱疼心热情，去付出行动关怀，陪伴咱四周围需要帮助关心的人，也通过安尼。咱去经历这个信仰就是咱甲主同工最后特别祈祷进前咱来看一个短短这个影片来介绍阮中心的这个事工关怀这个外籍专员的事工这是坚定渔港这是有声音的。这栋就是正当起好的4楼阮中心的办公室伫2楼这是中心的办公室这是1间有总共40间这是一寡休闲设施我嘛有一寡网络个电脑设施，有2间教堂，所以阮拢定期的举行这个礼拜。耶稣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 Jesus said, "This is my body, which is broken." 我们定期到伫这个渔港做全域宣导。这个阮这个渔港除了坚定，东港算第2个这是个案处理。这是甲丰群水产公司成立这个渔工之声这个是 QR code 这个对渔港来讲做大做实用渔港有受伤，阮到伫病院来探望甚至有这个受刑员阮到伫这个9号街底下来探望这是伊克嘛来到阮中心参观这是为专员祈祷这是印尼这个基督徒这是专员伊要出港时我拢到渔港来送甚至有是这个村长是基督徒我嘛替祈祷这是圣诞的这是伫港区办这个晚会大概然后有600-700人来参加这是东港主办这渔业署的署长嘛来参加这是港区国家因专员的分布印尼这个也是较济占了7成2成是菲律宾的，无总是我拢无分拢服务员这是阮中心的办公室东港搁一摆呼吁咱教会兄弟也请恁教阮做伙来关心即群离开因的故乡来到咱台湾远洋这个渔船顶面工作者的外籍的船员嘛毋忘接到本主机中心前来请安报告互咱兄弟知影，伫咱长老教会有一个专门在服务遮的渔民的这小机构这嘛咧表现咱台湾长老教会是一个看重对咱的社会当中无共款的族群，用多元来服务甲关怀的信仰团体就好像如咱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信仰个表内底所讲教会是普世，也定根伫本地，也认同所有的住民。因为我相信这个外籍的船员嘛是上帝所疼上帝所创造，当需要帮助的时、关怀的时、协助的时上帝有设立这个中心伫遐来关怀因、帮助因、协助因
中心全一个单工总共5位吼，一档的经费差不多拢爱差不多600多万。除了平安基金会一档100万的补助以外，以及协署或者一寡活动费用的补助机会，差不多拢需要到各教会来请安报告募款吼。所以佮一摆感谢教会伫本主日接纳阮中心前来报告甲募款。除了募款以外，无需要的拜托咱兄弟有阮代祷吼，阮毋是教会阮是一个社会机构，伫第一线伫遐来服务吼。所以阮更加需要恁的代祷，互阮所做会当来利益伫遮的事工的顶面，互遮的外籍的资源，通过阮的服务关怀，互因感受到耶稣基督的疼。最后愿上帝加添恩典，伫伊的教会甲众兄弟身上，互恁若有气力来为主做美好的工，接着今日的圣经咱做伙来学习，甲受苦的人做一伙，接着咱的关怀，或者外籍的渔民，感受到上帝的疼，以及接着恁的代祷，互阮更有气力，来为主做工，咱三个同心来祈祷。听阮的天父，感谢你，万人的中间竞选阮，互阮会当甲你三个同工，阮为着阮会当生活伫一个非常富裕的即个国家，即来向你献上感谢。毋过有一群因伫因的为着工作的需要，离开因的国家，来到伫咱台湾远洋的渔村顶面工作的即群的外籍的船员，一定无论是伫环境工作，无论薪资，拢是需要关心。所以主，你有设立渔民中心，伫遐来关怀即群外籍的渔工。主也恳求你。接着今日你录播的分享，以及以上的传达，恳求你感动众兄弟，互因愿意有阮代祷，也有阮奉献，也做伙来学习耶稣基督的教导，甲受苦的人做一伙。主啊，诚做因的帮衬。主啊，阮恳求你，即时将你的疼充满伫阮中间，互阮毋但听，佮愿意回应上帝你的话语，用安尼来彰显耶稣基督的疼。听阮的祈祷，靠主耶稣的名，阿门。回应诗第78首，听起立吟全首。
耶稣，耶稣，愿听充满我，甲我来服务，主你所安排属命。现在咱来代祷，请咱为着海外移民中心，那因的需要，因的欠用，为着因的事工特别代祷，会当真正去关怀遐个主耶稣所关怀。咱关怀伫迄个至微细一个，就是做伫主的身躯顶，咱为因祈祷。咱嘛为着咱教会身躯软弱的肢体。还是有拄着死失的家庭，咱所推动的圣工，特别咱迄个报道幸福小组的事工，无论是落做外顶的事工，咱也献上代祷。咱嘛为着整个伫台湾最近足侪交通的意外嘛，求主怜悯保守。即摆疫情佫开始有较。来发生，咱嘛求主保守，咱拢会当平安。咱为着世界和平，为着台湾两岸的关系，为着朝野的和谐，为着一切这个关税谈判，党拢会当顺利，咱拢带到主的面前。你若有甚物款的祈祷，主恳求，咱举起咱的双手，呼叫主三声来祈祷。哦，主啊，主啊，主啊！亲爱的主耶稣，多谢你，互阮会当伫海湾移民中心，主你主啊，透过你的话，搁一遍，互阮知影，主啊，你是听阮的上帝，你听每一人，你爱每一人灵魂得救，甚至伫家中，主你永远寄信也伫迄个中间，主啊，透过使徒保罗，会当关心伫这个国家的人，毋是干那遐个犯怪的人。主啊，互因正人拢会当得救。主耶稣，阮多谢你，互阮总会海湾移民中心，关心伫海湾移民的工作。主啊，望甲政府合作，民间协力。主啊，透过教会会当为主做美好见证。主耶稣，阮多谢你，也阮的教会伫即期的传福音会当有好的果效。主啊，阮所做的工，就是要带人来到主你的面前。主啊，阮为着阮软正的肢体，伫病痛中的，伫困境中的，主啊，你拢甲因同在。主你的保卫掠抗，主啊，你的权力、你的能力，会当掠抗伫因。主啊，彰显伫因，互因会当得到稳定，互因身躯得到勇健，互因的困难得到解决，互因道路得到行通。主耶稣啊，阮将阮的国家仰望你，主啊，保守。互做这交通意外会当减少，主啊，互这个疫情会当得到好的控制，手续阮平安，互阮台湾甲中国的关系无够紧张，主啊，朝野的关系也会当渐渐和谐，主啊，这个关税谈判得到你的稳定，互台湾会当继续发展向前，主啊，兄弟姊妹带无共款的祈祷来到你的面前，愿你接纳，愿你垂听，愿你。彰显你的权能，伫阮的中间，伫阮的身躯顶，愿咱的恳求祈祷，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请坐。直接来举行奉献，请同工。这咱会当运用这个奉献录海湾移民中心，咱照咱的感动，特别来关心这个事工。会当互做这个需要关怀的人得到帮助。现在请起立来敬奉恩师。
我愿你做旗鼓。阿弥。至诚的天父，感谢你的恩典，赏赐阮的钱财，阮也将你赏赐阮的献上淡薄，成做教会圣工的路用，愿你感纳，嘛求你大大祝福阮，也求主你祝福移民中心，阮安尼祈祷，靠主耶稣的圣名，阿门。祝福齐恳。阿罗提顶主宰，从这地的干嘛，波玛米，朗朗的菩提，阿罗三位。清晰，阿门。祝祷。但愿主耶稣基督恩典、天父上帝的疼痛，以及圣神的引带甲带领，甲恁众人三家之地，对这时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阿门，阿门，阿门。请坐，密座，散会。